最近承認離巢嘅3屆視帝郭晉安，積極經營社交平台同粉絲保持互動。日前佢就喺小紅書上面分享自己為咗拍劇集《致命復活》極速瘦身嘅經歷。佢話因應角色需要，必須喺短時間內減磅，最終用咗2個月時間，成功減咗10公斤。因為我當時睇咗劇本之後，我發現呢個角色係要瘦，我要追個時間，喺開工之前我要瘦10幾斤。咁個方法就係點呢？食一啲好簡單嘅嘢，每日可能係6個鐘頭裏邊食晒我每日需要嘅嘢，蔬菜為主啦。咁都有食肉嘅，澱粉質就少，唔食糖，唔食鹽，盡量唔食油。咁大概喺2個月裏邊咧，我個磅就跌得好快。呢種極端嘅減肥方式雖然有效，不過都帶嚟咗一啲後遺症啊！我記得嗰陣時係令到我集中唔到去做一啲嘢嘅，所以我喺度奉勸大家咧，就唔好好似我咁樣去減肥啦。而家生活裏邊咧，我就繼續 keep 住就係增加我個肌肉，我就會主張自己去做健身，俾身體多啲嘅壓力，吸收多啲嘅蛋白質，然後增加自己肌肉量。所以咧，我喺度咧亦都奉勸大家啦，做多啲運動，少食多餐，同埋注意你腸道嘅健康咯。